为了鼓励独居的老大人加减出来行踏，甲人互动，新竹的社福基金会举办运动会，设计真侪趣味的活动，或者会会人运动兼练身体，而且出来行行的心情嘛会较轻松。 手提摇裤啊，摇来摇去，必须爱摇20个才算过关。另外一边是报裤啊体验，趣味的活动，互来参加体验的时代笑嗨嗨，也甲大家分享家己平常时保养身体的撇步。你有什么变？我什么变化啦？健康啦，运动啦哈。健康运动。保持心情愉快。天天都喜乐，很愉快啊，很高兴啊，这样子对我们的心情哈就比较开朗。基金会表示，时代年岁愈来愈大，除了身体的退化以外，也减少参社会的互动，安尼时代的心情也会较郁卒。所以特别举办趣味运动会，鼓励时代接触社会，把他们从家里面接出来，然后跟志工同乐，增加他们的社交，那减少他们一个人在家想东想西的时间。这样，今天就是有一个欢乐的时光。各种趣味游戏，让每一位时代生甲真欢喜，包现场充满快乐的气氛。记者狄君和新竹报道。